大家好，我今日講嘅故事就叫《環遊世界》。我哋開始故事啦。春節假期後，柏晴和爸爸媽媽去北京旅行。北京是中國的首都。除了中國外，世界上還有很多不同的國家，我們可以乘搭不同的交通工具到不同的國家旅遊。爸爸送了一張世界地圖給我，我發現世界上還有7大洲和5大洋。